高雄的树德科技大学有学生指控学校为着要和一员工合作，竟然是逼学生为宿舍搬出去，要互一员工的员工来住。若学校是解说讲，这宿舍要征收，才会要求学生搬去新的宿舍，而且新宿舍的费用未起价。学生发起联署拒绝一续租户产业合作的人士，社群内底嘛有学生真不满学校一定要安尼做，无看到因问卷调查，有真侪人拢是拒绝，质疑这是黑箱的作业。我们就要被赶到从1宿赶到3宿，然后在我们那个最忙的期末期间，就我们就也不能做什么事情，因为这边住的算蛮开心的，移到那边去可能位置会比较挤一点。可能房间会比较少，导致于说有机会没有住到宿舍。起因是树德科大一宿的学生，19号雄雄接到公告，爱因搬去别位，加上新地点每学期的费用贵1000块，引起反弹。19号学校举行的说明会当中，真侪人反映，不过学校解说这拢是误会。它的那个管线都已经阻塞了，加上锅炉啊，常常学生在师生座谈会反映那个锅炉的热水不热，所以其实本来就有评估要做修缮。学校表示，爱学生搬走是因为这边收过旧，需要专门来翻修。甲企业的合作，搁咧谈论当中，唔是定局。学校嘛吸收因搬去新所在的费用，维持原本的收费。新的学期要开始，学生要跟学校订立新的租赁契约，学校当然有权去调整契约的内容。律师讲，学年结束，契约到期，签新约的时阵，学校本来就会当调整内容，伫法律决定来看无争议。不过学校强调会甲学生来说明，目前200多名学生，搁有60几人因为联系袂得，也是作业当中还未搬了。公司新闻网络听明朝看个报道。